一般公部门的采购招标，拢是先上网广告，然后才来公开招标，由民众或者是厂商家己下载文件来投标，而且一一核对招标的文件，甲招标的清单注意内容。不过，议员黄丽椒最近为了水利局的标案，认为内容并无单纯。伫个审标的过程，不但清单上无同，对此水利局长回应，市府的标案绝对是公平、公正、甲公开。如果是程序作业错误的话，真的是无采共恁的付出，无采共恁的努力吼。有时阵问题原因是在执行的一个程序错误，还是这里面有问题？提醒你，这只是在一线之间。也在这边，我更要提醒我们台南市各局处室，你们的招标这个会议在主持的话，这是小细节，但是也要去注意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所有的办理所有的采购案都是公平、公正跟公开这个程序在办这个相关的采购作业。那水利局是一年的招标的案件也有上千件了哈。那其实最近我们为了加速工程的一个进度跟品质，我们都有采最有利标方式来办。那这个案件一年大概有上百件。那针对这个案件呢，我必须简单说明，就是说，那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投标须知第52条里面就是很明确的勾选，它这个一次采分段开标，也就是我们的资格、规格跟价格风必须要分段来做一个投标作业的一个程序来做审视。所以这个在投标须知第52条的规定，就有特别强调这一点。你的招标文件上面这个清单里面为什么没有那个？是这个就是招标文件里面清单上面有个差异。这招标的东西，这个招标文件里面你所附上的这个上网的文件，这写得很清楚啊。你为什么要去针对也是我们的招标文件的一部分。你为什么要去针对这个案件补充说明的52条？你照理说现场的人要去看这一张投标清单里面的一个那个文件呐。接续议员嘛关心九份仔中卫区的未来发展，因为大楼愈起愈多，预期未来人口嘛愈来愈增加。议员希望伫个邻里的进变、甲学校的进办，应该量早规划，避免未来班级无够使用。台南新闻因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